好，依家咧你就見到咧我身上面咧呢個就係叫做減肥腰帶啦。咁啊，另外我哋點樣可以做簡單咧就減到肥咧？第一就係用20分鐘呢個減肥腰帶啦。你用咗20分鐘咧，就等於你做咗2個鐘嘅大運動。你再配合埋踩機咧，其實一日咧就可以消耗1000個卡路里，就等於你長快跑10公里。Shaking Massage 智能粒之餘咧，佢就可以有呢個超聲波咧，去幫你將脂肪細胞瓦解嘅熱敷同埋震動，去幫你將脂肪細胞瓦解。再配合咧30分鐘踩機咧，就可以將呢一個代謝物排走啊。咁我哋咧呢個Oly-Lug 嘅創辦人啦，曾經用過呢個方法3個月咧，係減咗超過30斤嘅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都想試呢個減肥腰帶咧，可以即時 WhatsApp 955231107嚟到我哋呢個體驗館咧，做一個免費嘅減肥療程啊。咁啊，明顯有效果㗎。如果咧你係有內臟脂肪啊，更加好啦。佢入邊亦都有 PEMF 啦，可以幫你內臟做一個 SPA 嘅。無論係糖尿病啦、腎炎啦，其他唔同嘅方法咧，都可以幫你有效嘅舒緩嘅。